两个吧。伊名你佫会记得无？会记哩，一个叫潘彦汉，一个叫潘在义，伊是兄弟，兄弟哦。是堂兄弟。我较早演《流星花园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伊两个是同齐甲你约哦。一个迄潘彦汉就是8+9迄种，啊伊就是迄种道明寺，来甲你欺负。啊，迄个潘在义就是花泽类。啊你家己就是酸菜吧？杉菜是爱道明寺呢，啊，结果你是爱倒一个？我到尾互迄个道明寺拍去。是啊。有做伙吗？讲我不介意。啊，你底下敢有真正的男朋友？无你甲当时开始交男朋友的？ 18岁，你真正算乖呢。我真正足乖的，而且我20几岁较朴。哎，伊甲你讲的哦。伊甲你讲。啊，刘书宏敢捌去过恁兜？捌啦。啊，恁爸爸敢有介意？伊是应该嘛介意啦，因为我爸嘛渣男。